要講嘅係龜兔賽跑。兔仔總係呢睇唔起走路慢吞吞嘅烏龜。慢吞吞即係話呢動作或者做事慢。有一日，烏龜就同兔仔講啦：我哋嚟賽跑啊，睇下邊個跑得比較快。烏龜向兔仔提議啲乜嘢呢？賽跑，賽跑即係比賽跑步。兔仔就馬上答應：好啊，咁我哋就嚟賽跑啊！佢哋數1、2、3，就開始比賽啦。睇下邊個先跑到對面嘅山頂。跳跳跳，兔仔即刻就超越咗烏龜啦。兔仔點樣做啊？跳。過咗一段時間，兔仔回頭睇睇，烏龜仲係遠遠落後，淨係慢吞吞咁跑緊。兔仔就諗啦：烏龜好慢啊，大概要去到夜晚先會到山上啩。兔仔覺得好可笑，於是佢就瞓喺草地上休息，瞓下瞓下就瞓着咗啦。喺兔仔瞓緊嘅同時，烏龜呢？我哋睇下，原來烏龜仍然好努力，好努力咁繼續跑。當兔仔瞓醒嘅時候，發現烏龜已經就快爬到上山頂啦！哎呀，今次弊啦！兔仔慌慌張張咁要追上去，但係已經嚟唔切啦。龜、烏龜、兔、兔子、賽跑、慢吞吞、糖、慌張、來不及。